大家好，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已經睇咗上個星期日晚戀愛真人 show 女神配對計劃第3集，當中林澤謙今集嘅整體表現都令觀眾眼前一亮。未繼續講之前，請大家支持，先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，多謝大家。講返呢套劇，林澤謙在第一輪跟葉倩文面對面進食時，明顯地有很不自然、很怕醜的感覺，全程不太敢望着葉倩文講嘢，連葉倩文都話佢今日好靜，冇什麼交流。林盛斌更直接話他只顧低頭望住食物，唔敢望人，咁又難怪，人哋唔係經常習慣俾咁多個鏡頭影住嘅。仲有2個情敵就係到望住晒講嘢，而葉倩文已經演咗咁多年戲，面對鏡頭肯定揮灑自如，毫無問題啦。去到進食主菜環節，由於葉倩文最終揀咗林澤謙，有網友問點解唔係揀 GM 嘅，另一網友則話葉倩文識咗 GM 都有好幾年，平常多多少少對 GM 都有些了解，俾個機會自己了解下其他參賽者，並無不可。因此就係咁，二人有多些機會了解對方。首先，林澤謙問葉倩文什麼原因驅使禁佢燈，葉倩文則好認真地放下咗餐具回答，覺得佢好純粹、好認真，會係一個拍拖以結婚為前提嘅人，即係話葉倩文中意男仔做事認真，性格較為純粹嘅人，同埋拍拖唔係玩玩下，係最後都以結婚為目標嘅。呢一點林澤謙嘅睇法都跟葉倩文相似的。其後葉倩文問他會否中意些比較弱小、好多嘢需要幫忙嘅女仔，林澤謙回答唔會，冇話一味需要佢幫我，又話一味我需要幫佢嘅，覺得大家係要互補，一齊去解決事情，係要揀個終身隊友。講到呢度，葉倩文覺得林澤謙有少少似男版嘅佢，什麼都中咗，有些神奇，比想象中穩重好多。從他們2人的對話中，林澤謙對於感情有好多觀感都跟葉倩文相似，而葉倩文比之前更加欣賞林澤謙。其後葉倩文話自己係單身家庭長大，可能將來難些會有幸福家庭，但林澤謙則認為只要有足夠嘅愛，好多嘢都可以解決。佢更加想填補需要嘅嘢。葉倩文則聽到好感動，而黎諾懿覺得他們2人相處好舒服。黃嘉文也覺得他們有些曖昧。那麼林澤謙帶有後來居上嘅感覺。GM 加油啊！唔係真係葉倩文俾人追咗去就後悔莫及啦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記得幫手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。下次見，拜拜。